房间是展现台湾文学。第一批出现的五星作家，房间记写的咏梅三部曲，是台湾文学第一本女性作家书写的大河小说，非常有代表性，很有意义的。房间的咏梅三部曲记写的时间是伫日本殖民时代到了今有超过50年，总下有3个阶段。房间写的女主角，伫出生到其少年、青年、成年、结婚出国。小说第8个女主角，其规则成长的阶段，拄好就是表示经历无穷用的殖民统治，还有政权转移的阶段。女主角面对无穷用的族群相处冲突，到互相的接纳融合，到互相尊重，其特质阶段。女主角面对族群议题、族群意识，一旦就是房间很关心的课题。房间其写作观察到东亚，其写出台湾所有经历过的汉人、客家人、河南人、原住民接触相处的情形，还有台湾人面对未来政权统治探讨的族群议题，还有族群意识。记得探讨的房间小说的地位，一旦很重要的观点，咩係很重要的文学内涵。